你怎么会爱上我？你的大起大落，我的笑话笑过。你是传说，而我是什么？想不通自己的疑惑，你怎么会爱上我？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懂，是我脑袋空空，只能容下你，只容得下你。上辈子，下一世，生命轮回几次？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懂，是我脑袋空空，只能容下你，只容得下你。上辈子，下一世，生命轮回几次？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时间慢慢流，我们慢慢走，我不急，我等你，等着你，别忘。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懂，是我脑袋空空，只能容下你，只容得下你。上辈子，下一世，生命轮回几次？爱有1000万种变化，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时间慢慢流，我们慢慢走，我不急，我等你，等着你，别忘记。美味可口，经济实惠，欢迎光临。这实惠还来，本店特别优惠，最近啊还推出了新产品。好不好吃啊？一定要来马在那里招待我们呀！啊，小生。哎呀，我到你们家店能不能看到你啊？我们拿着这个传单去你家吃饭，能不能有优惠啊？就是啊，给我便宜点。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欢迎你们来等一个人吃饭，等一个人吃饭优惠多多。来，哎，我来一张这个。帅哥，哎，好，我看看。一定要来哦，优惠多多。来呀，小鬼，你站住！撞人怎么不道歉呢？快跟我道歉！大胆救命！给我放开朕！哎，朕，现在小孩真是无法无天啊！好，就算你是皇帝，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快跟我道歉！朕不说，给我放开朕！来人，干嘛去？小孩，你什么人啊你？皇上，对不起。皇上，二位侠客，皇上乃千金之躯，请您放过皇上。皇上，上。来，皇上，胸口碎大事！姐姐，什么姐姐？姐姐在这儿，在这儿，姐姐啊！哎，你说走了，在大街上你欺负小孩，你好欺负！喂，你也躲着点啊你！怎么了？没事儿，发传单吧。芳芳，我传单都发完了，抱抱。我虽然发了一半，但昨晚我在网上发了电子版，效果应该比他好。黄辉，你简直就是卑鄙！你们两个都很棒。哎，有你们陪着我，帮着我，我真的是好幸福啊！你今天有空吗？有空，要不我们要不我们两个去逛逛街吧？我都好久没有去买衣服了。多此一举，老板都不看你，穿什么重要吗？王辉，怎么了？洗耳恭听。没事儿。你要是闲的没事儿的话，就把这些传单都发完了再回家吧。人将。辛苦你了，我们下次再约啊。走喽。峰峰，你看这条和这条，你觉得哪条好看啊？对不起啊，只顾着自己挑，都没问你想要什么。都挺好看的，不关你的事儿，快挑吧。这样吧，你挑一个，我送给你。这个
就挺适合你的，就这个了，我买给你。这么大方，必须的。那我可不客气了。什么？我明明放这儿了，你怎么能让别人买走呢？对不起，小姐，我们也没太多留意，而且您之前也没有交代说要买，所以我不管，我今天就是要买那条白裙子。算了吧，那个人应该还没走远，是什么人买走了我那条裙子的？是个男人，男的，是不是高高瘦瘦大长腿？是又高又瘦，而且看着还有点眼熟，好像之前电视里见过。是的，是的，肯定是他。哇，哎，小姐，您挑的都是本季限量款，请问您还要不要啊？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迷幻，真的是你吗？让一下，让一下。这女的怎么倒这儿了呢？不会吧？这怎么回事啊？没事，别多管闲事了吧？散了散了，哎，是不是应该叫救护车上？怎么都走了？别管别管。地是滑了点，可摔成这样也真够蠢的。救我！哎，这是谁的人？赶紧过来认领啊！我不认识他。帮帮忙，我走把他挪走吧。哎，先生，帮大宝走吧。你看这，算了，日行一善。救我！小公狗，你醒了？你没事吧？医生竟然说你一点事都没有，摔这么大跤，连个片子都没有拍，说你醒了就可以出院。我去投诉他。我真的没事儿。真的？是你送我来的医院吗？护士说是一个好心人送你来的，没留联系方式就走了。静静通知我过来的，她去办手续了。难道是我花眼了？如果是李欢的话，他不可能不管我的。谁不管你啊？来，喝点水。我自己来。
哎，对了，你刚刚做梦的时候一直喊小公狗，小公狗，是你宠物吗？对，宠物。原来你跟我一样喜欢养狗啊！哎，它在哪儿啊？它……但愿它不是在跳插床舞吧？插床舞？嗯，就是，咦，对，我干嘛多管闲事，惹得一身晦气？哎，流得我一手口水。你的手怎么开始老化了？好严重啊！你还不去看病啊？你不用怕，我不是坏人。其实我也是一名医生，基于医生的本能，我不能看着你这样不管。走，我带你去看看。谢谢你的关心，这是我老毛病，我自己可以处理，不用麻烦你了。不行！你知不知道皮肤急速老化很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体内细胞急速死亡，甚至发生异常状况？严重的话，很有可能会暴毙的。我知道了。不用怕，我知道，一个人来医院难免会害怕，没关系，我会陪着你的。走。哎呦！好疼啊！这个哪疼？好疼啊！来轻点。那怎么办？他经常这样，一会儿就好了。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去那儿挂个号啊？还可以。啊。那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吧，我去帮你登记。哦。那你就先过去，我在那边等你。为什么？这儿就有椅子呀，为什么要去那边？把你证券号码存进去。哦。好吧，行，那你就在这等着我吧，我很快就回来啊。喂，阿宇，你在哪儿？你好，挂一下号。来救我！填一下单子吧。忘记问他拿社保卡和身份证了。人呢？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了？怎么又戴上皮手套了？皮肤又开始老化了？哎呀，别说了，赶快走啊！不是老大，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给那个私人护士，让他赶紧过来？啊？不用打了，电话来了。喂，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你知不知道严重老化会暴毙的，你知道吗？好了，我知道了，我自己可以解决，谢谢你了，再见。什么怪人呢？不是怎么回事？不就去了一次商场，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犯哪门子神经，居然救了一个蠢女人啊！哎，你别流口水啊！你把嘴闭上！哎呦，求你了！就麻烦你们了。他怎么会这样？他刚才在商场摔倒，后脑勺着地，给他做个 CT 吧。好。啊，这个，他的包。先生，你的手。
希望他没事就好。什么味道？好香啊！我可以喝吗？不可以。当然啦，刚才还说等你一起喝呢。那我就不客气啦。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给冯峰准备的，但是这么多他一个人也喝不完，你以为他是水牛啊？我就是不知道冯峰喜欢喝哪种，所以让我爸爸拿手的都做了，让他尝尝看嘛。亲爱的，你可千万不能嫁给他。你要是嫁给他，天天都得喝汤进补，那不得水肿、脸肿、脚肿、全身都肿，一定会胖成一只猪的。别喝了。哎，切！你，我宁愿把自己喝肿，我也不能浪费水资源啊，对吧？好啦，这些都是黄辉和他爸爸的心意，麻烦你爸爸了，真不好意思，替我谢谢他，也谢谢你，真心的。你的真心我收到了，以后别再说谢谢了。什么情况啊？我爸说你后脑着地，要喝点猪脑补一下。猪脑？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都被你喝完了。对啊，我近视。你，亲爱的，这种男人真的不能嫁，太小气了，肯定会亏待老婆的。我小气是吧？小气给你看，来吐出来。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不仅很小气，你还很恶心。我就恶心了，怎么着？吐出来，你吐出来。哎呦，你们两个大活宝逗我开心，陪着我笑，我真的是谢谢你们喽。没事就。宝。你好。什么？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办事情总要有规章制度的，法律保护的吧？不能你说我店的生意不好就让我搬走啊！多付1倍的违约金，哼，我就一句话，租约到期我一定搬，不到期一切免谈。店怎么了？业主要提前解约，尽快腾出店面。什么？太后娘娘，小人好想你，你出来，出来抱抱朕呐！太后，你出来抱抱皇上。不是，我们怎么才能禁止窑洞，把太后娘娘救出来？皇上，这边。我要我的梦！你们3个给我冲我要母后！柳儿一定会把太后娘娘的肉身带出来的。去！哎呀，走！走！怎么又来了？有没有搞清楚啊？赶紧走！队长，站好了，这么松，怎么做保安呢？摸这儿，摸这儿，有感觉吗？有。这里，有。哎，队长，咱们保安还讲究这个吗？这个是我的个人爱好，啊！真顽皮，队长。我吧，这1年多是没有锻炼啊，这个肉是有点松，但是我因为恰恰意识到了，咱们保安这个职业是伟大的啊。他那个身材只是用来唬人的，主要看身手。队长，身手啊，我给你来一下子。嘿，好，
好，不错不错。队长，你看我，哎，不错不错不错啊！我呢，从小就周游欧洲各国，什么英国、法国、意大利，哪个国家我没去过？那些大型的典礼我都参与了，那些保镖我全见过，都见过。我跟你说啊，至于那个黑手党。黑手党啊，铁哥们儿，黑手党，铁哥们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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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你这样看咱们应聘，别了，兄弟，我这里都是菜市场的小保安，1000多块钱1个月。不是队长，那个队长，你再考虑。要不这样，聊点别的呗？啊，好吧。不，不，好啊。那别了，队长，你再拍，我出去了啊！队长，哎，我得出去了，我不行了，这个留个电话给我呀。队长，闭嘴！哼，臭流氓！我牛宝宝，你还以为你是叶家三少吗？还什么意大利黑手党？你真是个鬼呀！大哥，大哥，大哥！叶波。大哥，放手！我少了这1年多的时间，你跑哪儿去了呀，大哥？我可找着你了，这1年多你跑哪儿去了，大哥？放手！不。